弟兄姊妹平安，讓我哋先安靜落嚟，預備我哋嘅心去進入敬拜。求引領我心，願盡我心敬拜永活神。求引領我心，願為你傾出心中愛慕。求引領我心，明白主恩，跟主愛心心結合，衝開心捆綁，一心愛着你。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。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喺從今日開始，讓我哋向至高獨一嘅真神一齊嘅發出讚美。會眾請起立。無言無語，亦無聲音可聽，神的
同心禱告。主啊，你嘅創造係幾奇妙！你創造咗世界，然後又照住你自己嘅形象創造咗人，將世界上各樣嘅美物都交俾人去處理、去管理。主耶穌，當人墮落犯罪嘅時候，你又親自嚟到世界上去施行拯救。主啊，我哋都係你嘅兒女，又被你立為君尊嘅祭司。當我哋得着呢一啲名分嘅時候，我哋就係被你託付去傳揚你嘅名，使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尊你為父，懂得去尊崇同埋倚靠你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作你謙卑嘅僕人，將每一日獻上作為活祭，透過服侍人去服侍你。父啊，我哋雖然不配，同埋時常都傷你嘅心，求你赦免，並時常藉着聖靈去提醒我哋作你喜悅嘅事，遠離罪惡，並且隨時隨地為你作見證，領人歸主你自己。求你悅納我哋今日嘅敬拜讚美，願所有嘅榮耀頌讚都歸俾你。我哋誠心嘅禱告，乃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字獻上。阿門。會眾請坐。讓我哋繼續用歌聲去對主表明我哋嘅信靠信服。約翰福音9章4節提醒我哋：趁着白日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；黑夜將到，就沒有人能作工了。讓我哋同唱詩歌，獻上今天。
天，讓這天作奉獻，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一年，來珍惜這一天，盡心思意志，努力承擔主所告知。長額今天，盡發揮作奉獻，為着這句證明以專心誠無雜念，人熱誠心之堅，主必施愛眷，這上是天上大榮冕，將身心相連，愛到盡一真天，應堅守信心愛心不負戰，天天皆相連，困倦無不抱怨，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。我哋掌握每一天，都為主作工，將我哋最好嘅獻過俾主，因為呢一個係主託付俾我哋嘅使命。掌握今天，將這天作奉獻，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一年，要盡為這一天，盡心思意志，努力承擔主所告知。掌握今天，盡發揮作奉獻，懷着畏懼戰律以專心誠無雜念，人熱誠心之堅，主必施愛眷，這上是天上大榮冕，將身心相連，帶到盡一真天，要堅守信心愛心不負戰，天天皆相連，困倦毫不抱怨，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，將身心相連，帶到盡一真天，要堅守信心愛心不負戰，天天皆相連，困倦毫不抱怨，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，要竭力盡力付上永不變。弟兄姊妹，剛才喺默想嘅時候，唔知你哋有冇去思想，究竟我哋可以點樣作一個君尊嘅祭司？我哋可以點樣運用自己嘅恩賜去服侍神呢？如果你冇嘅話，或者時間因為太短，俾你哋一個功課。當你哋每日靈修或者可以安靜喺屋企嘅時候，請你思想下呢個問題。讓我哋都互相勉勵，我哋係作神嘅君尊嘅祭司，我哋作神嘅僕人。讓我哋同唱一首詩歌，會眾請起立。
唯有你是神揀選，是君尊的祭司。願你今天立起心志，作主喜悅的事。唯有你是蒙揀選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天上父親的恩賜。願你更殷勤，有了信心又有德行，做個屬靈人，遵守神教訓。願你得因主分派，結更多果子，沒有律法可禁止。傳遞信望愛合意，全力向標竿衝刺。願你得因主分派，當到主心意，成為聖潔無有瑕疵。令這揀選堅定不移，彰顯神旨意。讓我哋再唱一次呢隻歌，我哋向主重新嘅立志，我哋點樣可以為主作工，日日嘅去敬拜讚美主。唯有你是蒙揀選，是君尊的祭司。願你今天立起心志，作主喜悅的事。唯有你是蒙揀選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天上父親的恩賜。有了信心又有德行，做個屬靈人，遵守神教訓。願你得因主分派，結更多果子，沒有律法可禁止。盡讓信望愛合意，全力向標竿衝刺。願你得因主拖帶，按救主心意，成為聖潔無有瑕疵。讓這君尊堅定不移，彰顯神旨意。大家都睇到個 graphics 啊，好多果子都係好吸引嘅。願我哋都係喺神嘅裏邊，可以為佢結更多嘅果子。會眾請坐。我哋仍然站立同唱祝福頌。我哋唱詩歌嘅時候，請我哋彼此問安。請坐，多去互相勉勵。天父懇求賜福庇佑，今聲道盡最道別。
會眾請坐。